你可能唔係時裝達人，亦都唔多留意時裝潮流，但相信你仲有一件 Uniqlo 品牌嘅衫褲或者外套喺你嘅衣櫃裏面。作為一間日本公司 ，Uniqlo 母公司迅銷集團究竟有咩魅力，可以成為全球市值第2大嘅 fast fashion 集團呢？尤其是係近呢幾年喺歐美市場，點解增長得咁快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細語。原名叫做 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 嘅 Uniqlo 啦，第一間嘅門市咧喺1984年喺日本誕生。41年之後嘅今日咧，喺日本咧已經有咧780多間嘅分店。咁喺母公司咧迅銷集團喺佢嗰個嘅2025年末期業績裏面講到啦，主場日本 Uniqlo 嘅收益啦，咁更加咧係突破咗1萬億日元㗎，咁係創咗集團佢哋歷史新高。不過咧，中國在內嘅大中華地區收益咧就下跌咗啦。有唔少嘅新聞啦，財經新聞界前輩，好似係顏寶剛先生啦，喺佢嘅 YouTube channel 啦，財經茶局裏面咧，就已經作出咗深入嘅分析㗎。咁如果咧想聽翻香港同埋中國業務嘅表現咧，可以聽翻佢詳盡嘅分析。不過今日咧，我想講咧就唔係亞洲市場，而係想講翻咧，我近年咧喺歐洲生活一段時間啦，就留意到咧歐洲人咧其實對 Uniqlo 咧嗰個品牌都係情有獨鐘嘅。好似英國同埋法國嘅 Uniqlo 產品咧，其實比起香港賣嘅產品咧，起碼咧貴成3成以上，咁樣比起日本咧更加係貴得更加多。咁咧，如果咧我用香港嘅眼光咧去買 Uniqlo， 即係歐洲 Uniqlo 嘢咧，其實我每次俾錢都好肉痛嘅。不過咧歐洲嘅 Uniqlo 咧仍然人山人海㗎，咁咧仍然好多人咧都會幫襯。Uniqlo 咧所提出嘅 LifeWear 服飾人生嘅理念啦，近年咧逐漸一直跟喺歐洲市場，咁提倡咧實用功能性、簡約啦，同埋係可重複穿搭。咁呢個 LifeWear 嘅哲學咧，好受歐美地區嘅消費者歡迎。過去幾年咧，疫情同埋通脹影響全球經濟情況下啦，歐美消費者咧嗰個嘅消費習慣同埋模式咧都改變咗。咁例如咧，佢哋咧更加係強調用料啦、質感同埋耐用性，咁性價比咧都要高。咁而一啲嘅功能性布料啦，例如好似係佢哋嘅專利技術啦嘅產品，好似係 Heattech 呢啲嘅發熱內衣啦，同埋 Aeroson 呢啲嘅涼爽快乾嘅內衣咧，定位咧都市場好吻合。咁而時裝界咧近年咧亦都追捧低調奢華嘅潮流，咁一啲咧 luxury fashion 嘅設計啦，同埋 logo 咧都轉向低調。咁呢個咧同 Uniqlo 嘅風格咧有啲相似。另外咧，網絡嘅帶動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嚟㗎。好似咧呢一個迷你斜孭袋啦，喺近呢2-3年咧，長期喺 TikTok 啦同埋 IG 咧都好紅。咁令 G-Sec 啦同埋千禧世代咧都熱烈追捧，咁咧帶動店內咧其他貨品嘅銷售咧亦都增加。日本集團能夠躋身全球唔同行業嘅領導地位真係唔簡單，喺業績上亦都見到出嚟㗎。迅銷集團啦，喺2022年度啦，當時歐洲同埋北美市場業務啦，兩地咧雙雙扭虧為盈。到咗2023年啦，兩個市場收益咧先開始咧出現顯著嘅上升。截至8月底止啦，2025年度咧北美同埋歐洲市場嗰個嘅收益咧，分別咧係按年增長超過2成4同埋3成3。如果只係計 Uniqlo 業務，北美同埋歐洲市場嘅收益佔 Uniqlo 整體收益大約咧係接近2成2，只係同咧大中華地區比重嘅收益咧係比例爭少少嘅啫。日元偏弱令海外換算收益同採購同埋定價咧更加有彈性，亦都係咧成為近幾年集團業績持續增長嘅催化劑。迅銷集團咧旗下咧有唔少嘅品牌，除咗係佔超過8成收益嘅 Uniqlo 之外，例如咧仲有係 GU 啦，同埋咧過去咧亦都收購咗唔少嘅國際品牌，好似咧係收購咗法國嘅 Comme des Cantons啦，同埋美國嘅 Theory J Brand， 亦都增加咗咧佢哋咧喺 fast fashion 嘅全球市佔地位。
以上市公司計算啦，咁截至到10月底啦，其實迅銷咧喺 fast fashion 行業啦嘅全球市值咧排名第2位，咁大約咧係8520億港元，咁之後咧僅次於咧大約1.3萬億港元市值嘅Zara 母公司啦，西班牙嘅 Inditex 嘅啫。Uniqlo 過去一直都有同唔同嘅國際品牌同埋頂級時裝設計師聯成合作，增加協同效應。而且咧，亦都揾到名人做公司代言人，增加品牌嘅知名度同信心。好似之前咧就請到前網球界一哥費達拿，以天價咧簽約合作出同名品牌嘅產品。而今年咧邀請咗奧斯卡影后 Cate Blanchett 做 Uniqlo 全球品牌大使，亦都足以咧見到公司銳意擴大海外市場，尤其是係歐美地區嘅決心。集團創辦人兼社長柳井正喺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就曾經講過，日本核心客戶係年輕人越嚟越少，呢個係集團點解重視海外市場嘅另一個原因。佢話歐美市場好明顯已經進入咗擴張期㗎啦。佢又話倫敦巴黎呢啲嘅門市嘅數量已經同當地頂級品牌嘅數量已經係有得比㗎啦。Uniqlo 之前計劃咗喺2027年前喺北美市場增加店鋪至到200間分店。不過柳井正早前就話美國加徵關稅嘅危機開始顯現，同埋佢亦都預告北美 Uniqlo 嘅產品喺年底前會加價，可能會影響當地嘅銷售表現。究竟到時影響有幾大呢？真係要拭目以待啦。Uniqlo 嘅產品以 less is more 嘅概念設計，喺講求環保同埋經濟下行嘅情況之下呢一種嘅極簡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亦都好受年輕一代人嘅重視。今集先講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可以撳 like、comment 和 share， 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厘米細語嘅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今集先講咁多，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見面。